好，歡迎收睇今日1月6號嘅節目熱看。一年一度嘅韓國音樂盛事 Mnet Asian Music Awards 咧，喺亞洲嘅流行音樂界咧非常之有份量嘅，亦都引起好多韓流嘅 fans 關注。咁2012年 Mnet 亞洲音樂頒獎典禮咧就係移師到香港舉行嘅，當中有好多個歌手出席咧，真係非常之陣容鼎盛嘅，更加唔少得咧就係有我哋嘅人氣偶像阿 Psy 啦、Super Junior 同埋王力宏同埋 BigBang 一齊現身嘅。冇得喺現場親身感受呢一個盛事咧，唔緊要，因為我哋 TVB 咧喺嚟緊呢個星期六喺 TVB1、TVB2、LA 同埋三藩市嘅 Cable 咧，同大家一齊咧慢慢咧去欣賞呢一個嘅盛事嘅。想知道邊一隻歌最 hit 咧？記得睇我哋美國 TVB 啦。小儀同埋金剛呢兩個街坊廚神咧，喺舊年咧就帶觀眾捐窿捐罅咧，周圍去揾嘢食嘅。呢個節目咧就大受歡迎。嗱，香港咧就係貴為呢一個嘅美食天堂啦，好多好嘢食咧真係數之不盡㗎。今次咧我哋嘅美女廚神小儀同埋呢個鬼馬食神阿金剛咧，你再一次以一個嘅同街坊分享好嘢食嘅精神咧，再一次出動啊！就係咧就帶觀眾咧再一次捐窿捐罅咧，一邊發放笑彈咧，一邊咧係揾好嘢食㗎。兩位掃街掃上癮嘅主持人咧，繼續以呢一個經濟抵食咧為原則嘅，就係帶領一班咧就係識食助手團咧，掃盡香港咁多個區啦，同埋帶領佢哋咧就周圍去揾一啲咧好嘢食同埋好特別嘅令你意想不到嘅小食咧，同你分享嘅。除咗民間揾食情報之外咧，我哋圈中嘅一眾藝人咧都係識飲識食嘅。而我哋每一集嘅嘉賓推介咧，都係請嚟咧唔同嘅藝人亮相嘅，包括咧就係有黎耀祥啦、關菊英、堂妹同埋林曉峰等等嘅。佢哋咧就係會親自帶路咧，同埋介紹佢哋心水嘅餐廳，同埋分享咧佢哋呢一個嘅揾食嘅心得嘅。我哋一眾嘅藝人，唔通佢哋嘅食嘢品味係與眾不同嘅？久經美食特訓嘅街坊廚神，一朝應土即飛，將難食嘅菜式彈走，公價熱爆全港。我呢個肚絕非龍毒虛面。街坊廚神食四方，繼續發揚正宗嘅美食。街坊廚神再度出動，香港仲有好多地方我哋都未去過。問街坊索料。跟地膽揾目標。滷水汁越陳年咧，滷出嚟嘅嘢咧就越好食。唔怪得樣都要話你靚啦。陳年。街坊廚神食四方咧，將會喺下個星期日喺 TVB1、TVB2、LA 同埋三藩市嘅 Cable 咧就係播出嘅喎，千祈唔好錯過啦！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更詳細嘅節目播映時間同埋播映頻道，記得上網到 TVBUC.com 查詢啊！ TVB 劇集主題曲歌唱大賽 K2012 除夕倒數 Party 咧喺上個星期咧已經係圓滿結束咯，我就好感動咧，因為見到好多現場觀眾咧又唔怕夜又唔怕凍咧，同我哋一齊參與呢個活動，嗰個氣氛咧係好 high 嘅。不如我哋而家即刻咧重溫當晚精彩嘅片段先啦。雖然當晚嘅天氣好凍，但係已經有一班觀眾朋友等睇 show 咯，實行要霸翻個靚位。節目熱看嘅3位主持人 Patricia、Cici 仲有婷婷，首先帶領 TV Buddy 出場同現場觀眾打個招呼。今次呢個歌唱大賽報名嘅人好踴躍啊，亦係大家最期待嘅一個環節。除咗一大班 TVB fans 之外，好多參賽者嘅親朋好友都有嚟支持佢哋㗎。事不宜遲，打頭陣嘅呢位哥哥仔一啲都唔怯場啊！呢位參賽者唱起林峰嘅歌真係有幾分似佢，好似佢咁挫啊！呢位靚仔唱到好情深啊，簡直係掂啊！果然不負眾望，咁多位參賽者都好淡定咁唱好自己嘅參賽歌曲。呢位參賽者佢人仔細細，唱起歌嚟一啲都唔細聲㗎。呢對組合最中意嘅劇集係《天與地》，唔怪之得參賽歌曲都要唱年少無知啦，認真有型啊！呢位參賽者信心爆棚，你睇佢唱得幾激，仲好有台風添。呢位唱得真係有感情啦！
除咗歌唱比賽之外，梗係唔少得同現場觀眾玩遊戲、抽獎同派禮物啦。我哋仲請到一位特別嘉賓 Miss Chan Chan 同現場觀眾玩遊戲，無論贏或者輸，一樣有禮物，實行人人有份，永不落空，皆大歡喜。玩完遊戲，5強嘅名單已經出爐啦，佢哋下一項嘅挑戰就係快歌啦。不過有實力嘅5位參賽者，快歌當然唔會難到佢哋啦。你睇睇，連台下嘅觀眾都好嗨啊！呢位參賽者唱謝霆鋒嘅歌，唱得都好投入喎。唱完林峯嘅慢歌，再唱快歌，當然冇問題啦。能夠躋身入5強，果然係烈女中嘅烈女啊！不知不覺，2013年就快到啦，大家都非常期待踏正12點嘅一刻，終於係時候啦！全場嚟個大倒數，迎接2013年。全場嘅氣氛簡直好到不得了啊！氣氛咁好，點可以俾佢停呢？緊接住我哋嘅主持人 Cici 為我哋高歌一曲。當然亦都唔少得 Patricia 帶嚟嘅熱情的沙漠，大家真係聽出耳油。我哋仲請到一位神秘嘉賓出場 ，Siley 為大家表演《江南 Style》，將全場氣氛推到最高。重要嘅時刻嚟啦，係時候要宣布頭3名嘅得獎者。攞到第3名嘅係 King， 而第2名嘅係 Alpha， 第1名嘅就係好有台風嘅 Ronnie 啦。恭喜呢3位型男啊，真係眾望所歸。TVBuddy 都出場頒獎俾第1名嘅 Ronnie。好多謝一班參賽者獻唱出精彩嘅歌曲，仲有當然唔少得我哋現場嘅觀眾冒住寒冷嘅天氣到場支持我哋美國 TVB 啦。TVB 劇集主題曲歌唱大賽暨2012除夕倒數派對終於圓滿結束啦！祝大家新年快樂！想睇翻呢一集嘅內容冇問題，記得上 Facebook 嘅 TVB USA 版面，記得要 like 我哋啦。時間差唔多咯，下個星期同一時間節目熱看，拜拜。